别的感动时刻，今天客庄小旅行带您到台中东市这传统的客家庄，为了要让大家更了解客家，在这里有一座客家文物馆，里头的陈列是琳琅满目，包括详细介绍了东市的特色新丁板节，在园区里面还有复刻版的蒸汽火车。火车鸣笛，神气的冒气喷烟，这样的声音很容易把人带进时光隧道。坐上火车，老一辈的回忆童年时光，而小朋友则是充满好奇，满心欢喜地跟着火车向前行。台中东市的蒸汽火车是仿造1887年建造的腾云号，4.8公里的路程，让游客可以感受东市的淳朴。以前的话，它是做那个煤做燃烧的动作啦，改用说柴油锅炉式的方式来做它的燃烧的动力。搭着蒸汽小火车可以欣赏东市美景，而骑着铁马追火车则是有不同的乐趣。东市的自行车道全长12公里，是全台湾第一条由废弃铁道改建而成的铁马专用道，没有汽机车的打扰，完全是铁马族的天下，两旁绿意盎然，令人心旷神怡。东市客家文化园区也能够让游客感受浓浓的复古味，300多件的文物很多都有100年历史，像这个做生意用的柜台，也可以见证过往店家的风光岁月。这里是放钞票，这是放铜板，所以他们晚上的时候棉被要放在上面，就在上面睡觉，就顾着这个钱。用块木打造的八角床也是古董，而床边有华丽的雕花跟装饰，就代表主人非富即贵。如果想要了解东市的新丁板节，客家文化园区也有详细解说。客家人呢有添丁的时候，在元宵节，我们做这个板来还愿，在神明的面前来答谢。香味扑鼻的美味料理一道接一道。以客家小丰肉来说，搭配在地农民的笋干，口感独一无二。而梅干菜肉丸不但弹牙，而且充满浓浓的客家味。色香味俱全的客家小炒，咸香有嚼劲，也很有客家妈妈的味道。走一趟东市客家文化园区，不但可以听耆老说着客庄事，还能够乘着复刻版的腾云号，骑着铁马尽览东市之美。火车快飞，白烟飘出，童趣朵朵。踩踏铁马12公里，乘风清凉。小丰肉的美味，八角床的古意，客庄东市具足感动时刻。